哦，你看那个水有那么多吗？哦，连那个桶子都被冲走，连那个桶子都被冲走。你看，从那边漂流到这边的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绿色的桶，1公尺高。哦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哦，那个这边呢下大雨积水，台风季节下大雨积水，会把那个塑胶桶给那个漂浮起来。目前少了2、3个桶，可能2个，还有白色的，还有少2个。白色的还有少2个，然后绿色的少1个，白色的可能还有1个还要查。哦，上一次好像损失2个人，你看那么厉害啊！